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哋嘅畫畫 App。而家我一步一步教你點樣開始用啦。首先，你會見到一個登入掣喺畫面下面嗰個，撳佢之後，輸入你嘅電郵地址同密碼，檢查清楚冇打錯，然後撳下面嗰個登入掣。登入成功之後，系統會請你設定一個用戶名，同埋揀你嘅性別，填好之後繼續下一步。下一步係揀難度。有5個等級，揀最適合自己嘅就可以，就算揀錯都唔緊要，之後可以再改。之後會俾你揀開始用邊2張地圖，總共有5張地圖，你揀你最想試嗰2張就得。揀好之後撳下面嗰個掣完成，咁就入到你揀咗嘅地圖。喺畫面右邊最頂嗰條巴，最左綠色圖示就係地圖掣。隨時撳佢就會返去地圖選擇畫面。喺地圖選擇嗰度有4種地圖：普通地圖、學校地圖、活動地圖、特色地圖。學校地圖同活動地圖唔係個個時間都有㗎，只有學校有派任務或者而家有進行緊嘅活動先會有。返到地圖入面，你會見到好多 bubbles 散落喺地圖上，每個 bubbles 都係一個畫畫題目。想畫邊個就撳邊個 bubble。我哋有3種主要任務：圖畫着色、自由繪圖、線條藝術。當你撳開地圖上嘅任務 bubble 之後，可以喺畫面左上角睇清楚今次係邊種任務。填色任務，你可以盡情享受填色嘅滿足感，仲可以提升自己對色彩嘅敏銳度。開始填色前，建議你先慢慢觀察整幅圖畫，邊啲地方適合用啲咩顏色、光影、陰影、主題色調都諗一諗。當然，如果你心急想即刻上手，直接從調色板揀你最中意嘅顏色都得。選好顏色之後，就嚟揀筆刷。呢度有2種主要筆刷：大面積塗抹同細節處理。我哋建議由大面積開始，先揀噴槍。揀咗之後，喺左邊嘅調整器度調節筆刷大小同透明度，直到啱你心水為止。開始填上顏色之後，唔使怕錯，一直試，一直改，多試幾個配搭，直到揾到你最滿意、最有感覺嘅色彩組合為止。填色過程最緊要係開心同放鬆，慢慢享受每一下筆觸帶嚟嘅滿足感。自由創作繪畫任務，你可以完全發揮想象力，創作屬於你自己嘅獨一無二藝術作品。我哋先嚟熟悉最重要嘅工具——圖層工具。喺畫面視窗最下面，你會見到3張預設模板同埋一個空白畫紙嘅選擇。根據你今日嘅心情或者想試嘅風格，揀一張啱 feel 嘅模板開始。開始前記住，我哋而家係喺圖層1上面繪製緊。等陣要加細節、改背景，就會用到其他圖層。揀好筆刷同顏色後，就可以開始。仲可以去印章或者貼紙區度揾啲有趣嘅互動元素，加落畫面，呈現你腦海入面最創新嘅想法。畫完主要細節之後，想加背景顏色點選？好簡單，喺圖層工具度撳個加掣，就會多咗一個全新圖層。新圖層一開始係喺最上層嘅，你可以用眼睛掣開關圖層可見度嚟檢查位置。如果想新圖層落到下面，就撳向下移動鍵，再用眼睛掣 check 一次，咁樣新背景圖層就落到你之前畫細節嗰層下面啦。而家你就可以喺呢個新圖層度任意上色，你仲可以加多啲層次，令畫面更加豐富。完成之後，可以用眼睛掣逐層開關檢查。線條藝術繪畫任務，你可以專心訓練手勢穩定、線條控制，慢慢提升到更高階嘅繪畫技巧。我哋準備咗3種線條訓練俾大家。第一種，圖騰及花紋。先去筆刷工具度揀一支專門處理細節嘅筆，我最推介用鉛筆或者針筆。之後選你中意嘅顏色，開始描繪我哋提供嘅圖樣。世界上面嘅圖騰同花紋多到數唔晒，
你都可以自己創作屬於你嘅獨特花紋，慢慢把呢個物件填滿，享受每條線條帶來嘅滿足感。第二種，從混亂中找到你的形狀。畫面一開始係一堆冇秩序嘅線條，你有冇獨到嘅慧眼？隨便揀一款筆刷同顏色，完全靠你嘅觀察力同創意。第三種，擴展形狀。呢度俾咗好多唔同基本形狀俾你，你可以調整筆刷嘅粗幼、顏色，由小形狀開始一步一步拓展出去，直到填滿整個畫布。想加變化，去印章區度揾啲有趣形狀，蓋落去輔助你嘅線條藝術。線條嘅學問真係博大精深，由最基本嘅勾勒形狀開始，一步一步探索，你會發現自己嘅手越來越穩。記住，練習過程最緊要係放鬆同享受。畫錯冇所謂，擦咗再嚟過。再講返最頂嗰條疤，最右邊嗰個灰色齒輪掣就係設定啦，撳入去可以改語言、改難度，仲有其他一啲個人設定，隨時調校到啱自己。左上角嗰個圖示就係你嘅頭像，撳入去就係你嘅個人中心。可以睇到你之前畫過嘅所有作品記錄，攞咗啲咩獎勵，仲可以改你個角色造型。你可以改膚色、髮型同髮色、衫褲、飾物等等。好啦，基本操作就係咁簡單，而家即刻試下啦！